屏幕分享係將個人電腦畫面投影到大屏幕上，方便大家一齊討論，係會議室必備嘅功能。投影方式分有線同無線兩種。有線方面 ，IFPA5 系列支持傳統嘅 VGA、DP、HDMI 同 USB Type-C 線。如果用有線方式，我哋建議使用 Type-C 線路，因為傳輸效果更佳，仲可同時為電腦充電，並支持反向觸控功能。但線長最好控制喺5米內，以確保信號穩定。如果需要連接多部設備或線材較長，建議使用 HDMI 線。無線投影方面，可以用 ScreenShare Apps 或 USB 無線投屏器。第一次使用無線投屏器時，通常需要進行信號配對，將投屏器插到設備嘅 USB 接口，系統會自動進行配對，期間唔好離開配對畫面或拔出投屏器，以免損壞。直至見到配對成功提示後，就可以將 USB 投屏器插到電腦上使用。與電腦連接時，投屏器指示燈會不停閃爍，等待指示燈長亮就表示連接成功。如果電腦係第一次使用投屏器，通常需要授權投屏器喺電腦上運行。投屏器操作簡單，按一下掣開始投屏，再按一次結束，長按3秒就可開啟多屏功能。顯示方式預設係鏡像模式，你亦可以轉為擴展模式，以更適合 PPT 報表方式。USB 投屏器支持 4K 投影，但為保持影片流暢同穩定度，可以選擇較低嘅清晰度。系統最多支持8個 USB 無線投屏器，以方便多人快速切換，或多人同時投屏以提高會議效率，適合多用戶協作同大型場景使用。多謝你收睇我哋產品教學視頻。